輪椅操作。輪椅係一種好常用嚟轉移長者嘅一件工具，而喺使用呢件工具嘅時候，我哋需要記得4樣嘢：環境、器材、自己、長者。而喺所有嘅情況下，我哋都需要留意環境係咪暢通無阻。如果有障礙物，我哋應該及早移開。移動時亦要多觀察四周嘅情況。之後就係檢查物資、器材係咪安全，有冇損壞，例如輔助轉移嘅器材、腰封或者護腕。至於輪椅，我哋可以首先檢查輪椅嘅結構，由最近嘅剎車掣係咪可以鎖緊，有冇鬆脱嘅零件，到睇下遠至兩邊嘅車轆同車胎有冇洩氣、凹陷或者磨蝕。如果冇問題嘅話，我哋可以打開架輪椅，將手掌放喺輪椅兩邊邊緣，伸直雙爪壓下去。如果有需要，我哋可以收起扶手同埋腳踏。將輪椅打開之後，記得鎖翻好剎車掣。如果長者有胃喉、喉管，就要繞過後頸掛喺頸度。如果有尿袋，就要將尿袋掛喺輪椅邊，或者用繩綁喺輪椅嘅底部。之後就係照顧員要評估自己嘅能力同埋長者嘅情況，記得評估自己身體狀況係咪適合可以做後續嘅移動。如果有需要，可以帶上腰封、護腕，或者揾其他同事一齊幫手。至於長者方面，記得喺轉移長者到輪椅嘅時候，要使用正確嘅扶抱技巧，同埋按需要使用唔同嘅轉移器材。當長者坐低後，要檢查佢嘅坐姿，pat pat 要盡量掂住椅背，身體要坐直，跟住可以放回扶手同埋腳踏。之後就幫長者扣好安全帶。如果手掌可以穿過肚皮同埋側邊，咁就為之正確。整理好長者嘅衣服同埋鞋襪之後，記得將腳放喺腳踏，千祈唔好懸空。放好腳之後，要確保長者嘅兩隻手都喺輪椅扶手嘅內側，並且提醒長者記得唔好將手伸出扶手之外，同埋唔好喐得咁大動作，以免失重心。而喺每個動作前，記得通知翻長者依家會做啲咩。平路最簡單3樣嘢。第一，要留意翻路面安全情況，睇下途中有冇障礙物。第二，係要留意自己係咪雙手都捉住輪椅推病，行嘅速度係咪適合，腰有冇保持挺直。第三，就係間中睇下長者坐姿，睇下腰背有冇貼近椅背。用完輪椅之後，我哋要睇下長者，記得確定長者嘅姿勢係正確同埋舒適。之後就要收好輪椅。首先要收起腳踏，之後攞住輪椅座位嘅中央向上拉，接起輪椅。如果要搬運輪椅，要捉住穩固嘅位置。當用完輪椅，我哋要留意，第一就係用完嘅物件要按指引清潔同埋消毒。第二就係泊好輪椅後，記得鎖翻好剎車掣，再放翻喺合適嘅位置，避免阻礙通道。最後，如果發現異常情況，記得同當值護士報告。輪椅操作你要知，安全使用學多啲。